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中华民国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主席堪布责任扎西来到西藏之声，与大家分享他流亡印度的过程以及在台湾传法的过事。那欢迎堪布责任扎西来到西藏之声，给我来这里。欢迎这里来。那首先，请您向我们的听众跟观众们介绍一下，就是您的做下自我介绍。我是出生于西藏东部康区扎曲卡，1976年出生的。然后从小呢，我是就是一个放牧的单亲家庭的小孩，也没有得过什么特别的教育。但是我是9岁开始学藏文，然后就是进去寺院出家。然后16岁开始就有机会真正的学那种传统的这个乌布塔伦啊等等的这个佛法，然后基本上藏文也是我自己学的。那后来呢，我也我的根本上师大堪布、白马慈王、法王，还有曲家尊者等等的，有很多的好的上师，得到一些很多佛法的教育。那应该是2002年到3年是我的人生的另一个转向的，就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那个时候当初呢，我写了一本书叫《未来西藏》，就这本书。然后因为这个，所以这个里面我其实没有提到什么独立啊等等，实际上有这个未必国家政策的什么东西，只有提到一些保护民族的那种文化的啊，还有这个信仰方面的啊，还有政治的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他们被认为是山东分离国家，所以就是判了2年的这样的一个有期徒刑。所以我就走到监狱。然后从监狱出来之后呢，我想见到这个尊者达赖喇嘛，那个时候刚好也2006年，所以在南印度也有尊者的这个释轮金刚的大法会，所以那个时候是我们从这个西藏，我们有几个人一起，就是经过喜马拉雅山翻越这个喜马拉雅山，然后就是到印度的这个过程，那个是真正失败的，这个中间的就是我，对，就是这样。那后来呢，就是到了印度，然后还是我也是继续写了一些书嘛，然后呢到那个中山佛学院，那个再继续。因为先见到尊者说你要就是先留在印度，然后呢要去学中文，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从小没有学过中文，我的父母都不认识中文，然后呢就不认识一个字的嘛，所以呢我自己也是这样的。那尊者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有压力的，因为学一点点呢没有什么用的，学到一个有程度的有用的呢，这个以我的年纪还有学习的这个环境来讲的话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可是后来呢，慢慢努力，在中山佛学院待在那边的时候呢，我一边学中文，一边还是继续学佛法。那我就2010年就是正式去台湾，在中山大学，这个高雄的中山大学跟在北部的这个师范大学，先后这个3年就是学中文。那这个学中文期间呢，我就是也写了一些书主要是这个电视看不见这本书，然后这个有藏文版跟中文版，还有一些文盲那种不是文盲那个盲人的那个电子版都有。那后来呢，我就也顺便也整理了一些其他的书籍，还有更重要的是就是这个走向世界的西藏牧童，应该是2012年就出版的。这个里面就是我有写我从小到大的这个一些自己的人生的经历。那经过这个故事，透过这个故事，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一些西藏的人文、佛法等等的这些相关的知识，更了解西藏。大概我是这样的。那您在台湾主要是传法吗？就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下，您能够去台湾？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当然是这样的，因为尊者也说，现在的这个中国大陆也好，整个这个华人的世界都非常
需要佛法啊。那总之知道我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因为我是一个有堪布这个头衔，所以呢，这个佛法上的一些学习是有一定的这种一个基础所以呢，总之觉得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也懂得佛法的，应该更要有这个第二个语言的能力。那问我说你会不会中文？不会，英文是更不用说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政治直接跟我说，你要去学中文，你好要介绍佛法。其实我的这个使命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就是到台湾只好也是就是一边学中文，就是一边传法，就是分享佛法。那就是到我们现在目前所知道的华人信众，他们接触藏传佛教的话，有2种途径，一种是从精通中文的藏人上师处听闻佛法，另一种是他们自己学习掌握藏文后再去研读这种就是藏文经论。那您比较就是倾向就是鼓励哪一种途径？我觉得尤其是有的人有一定年纪的，实际上呢，就是现在这个学佛法的很多都是大部分有一些年纪的嘛，最起码是成人的，那就是再有另外一个环境的，他们都有各自的一些工作等等的一种压力，那个很多的那种繁忙的或者这些压力，那这种情况下学藏文是很不容易，如果算是学到也真正的能够懂得佛法，应用在他自己的学习跟修行是更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是最好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藏传的上师们和僧众们要更多的去学中文，然后就是传播佛法。这样的话呢，一个人学中文可以帮助到很多人。如果弟子要去学的话呢，每一个都要学，那这个都是就是实际上各方面来讲的话，就不太可能的。那就是凶天组织的成员，他们近年来就是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这种攻击。那流亡藏人与援藏人士也以各种方式进行反驳。那英国路透社他们也在去年底发布了一部长篇报道，证实中共收买操控凶天成员，然后就是污蔑诋毁达赖喇嘛尊者的这种真相。那您的观察，台湾信众对凶天的本质有没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台湾的真正的那个藏传佛教四大教派的弟子都有足够的认知。我这个知道的都没有一个人质疑说凶天是怎么样的，因为非常清楚的知道尊者的这个开始的所有的这个给我们的那种赐予我们的这个方向嘛，所以就不会有这种那个混乱的状态。但是呢，我也确实看到另一个移民就是专门有一些组织他们自称为就是新噶当派等等的这些组织呢，专门就是利用这个东西。还有那个马来西亚也有一个就是什么自称为这个陈志格就是那个人还有他们都有专门就是用这个来就是说他是一个财神护法厉害等等，利用这样来就是欺骗这个信众那另一个呢，就是他们也有一个对立的那种态度，自己也有反驳这个我们政治的说法也好，这个方面都有。但是这个平均来讲的话呢，当然是我觉得这个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就是一般的这个想学佛法的，我也经常希望，如果你不信藏传佛教，这是你的很基本的一个自由嘛，选择嘛。不过如果真的要学的话呢，我很希望就学到正确的佛法，遇到真正的善知识上师。那你说的那个中共方面来讲的话呢，这就是很明显的。我知道一些那个凶天组织的一些那个成员到那个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就是到拉萨的时候，都有一些宗教局这个最高的那些相关的单位来接待然后对他们，好像北京的时候也有那种通政部都有这样的。那这个其实是我也很清楚，不是中共的那些官员相信凶天的，只是他们知道他们跟尊者有
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呢，因为政治就是这样的，他们没有永远的这个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就是很有名的这个中文的一个说法啊。所以就是他们就是看眼前，所以如果他们有一些利用的价值的时候，他们会用。然后有一天真的政治跟那个中共的关系变好的话呢，他们一定会自然会消失，因为这个不是他们的重点。对，那就是除了兄弟的成员外，也在台湾有不少的团体自称自己是藏传佛教的某某传承、某某法门，在欺骗无知信徒的同时，也在败坏藏传佛教的声誉。那就是另外的话，前段时间就是中国演员张铁林做成的视频，也让假活佛泛滥的这种状况遭到曝光。那就是您认为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您在台湾是怎样帮助信众们就是认识正法与这种骗局的？这个问题蛮严重，但是这个所有的问题的根本呢，就是真的说坦白，就是也有跟专师制度的这个管理有关系啊。那我们呢，就是专师制度它的本身是好的，如果它没有好好的去管理，然后别人只是利用了，那就是用这个名义，然后就是下面操作很多的东西，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我昨天前天都一直在网络上有搜寻，或者也有自然有看到一些相关的这个依运稿嘛啊，那个自称为这个金刚宗车的啊，那个昨天看了他的这个视频，这很好笑。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原来他有这个四大教派的所有很多上是藏传的这个认证啊，以前都这样，这个都是一场这个诈骗啊，这个就是有说来话长。但是他昨天说，其实这个不是重点啊，那重点是什么啊？他说。那个主播他们有一个可能是一个频道嘛啊，这个频道就是一个视频啊，说明这他说，现在有这个直接有这个佛陀如来的认证啊，这是最至高的认证，那就其他认证都不算啊。他说，那他说这个视频我们接下来会播放，所以我就接下来看的时候，他们一群人在那边就是受着一个东西为。那个摊位那种一个摊陈，然后就是念欧曼的版本啊，那就是这样，也这个意识的过程都是完全是比那个张铁林还是糟糕，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好的时候呢，就是外面有一些风吹的声音跟打雷的声音，我相信这个完全是这个。自己操作的啊，他说这都是诸佛菩萨跟龙天护法降低的降下来的啊，他还说啊，很可惜上师没有。这个开许镜头，这个对外，不然的话呢，外面都是佛菩萨，实际上根本就是任何东西都没有出现。但是还是反正这样的那个情况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那另外一个这个莲生活佛啊，他们也是自己呢，一开始的时候都说是一个藏传佛教的怎么样跟这个活佛们上师们拉近距离，然后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当他们的功德主，慢慢呢当他们的一起，后来呢他自己做这个最高的上面，然后拍下来的照片中说，那个上师是我的弟子啊，这个都是我不是自己讲的，这是大家都搜寻一下，就现在那些网络那么方便，就是非常知道。那我个人的话呢，这个方面就是非常那种非常有感觉啊，那也没办法嘛。但是实际上这个也有一个办法是，现在我们是要另一个不是直接批评他们，而是我们用这个网际网络，他们也现在用网际网络的力量嘛啊，我们也利用这个网际网络的力量，然后就是更大量的、更积极的传播这个佛法的，然后更多人知道这个正确的佛法，提前就是让这个一般的人知道的话呢，那他们不会受骗，不会迷路，这是很重要的。对，那当然是从中也我们要学习以后呢，我们像专师制度也好，任何方面应该要怎么去这个有更好的管理的方式啊，这个方面有很多的要思考的地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到此结束。那再次感谢堪布责任这些来到西藏之声，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这些地里。